咁嘅嘢啦，但係佢形容咧入邊整個空間咧都係發光嘅，而且咧係並冇任何嘅陰影，光線咧非常之平均，好似啲光就由牆身同埋天花嘅物料入邊咧本身自己就會發出嚟一樣啦。而佢形容佢當時喺呢個倉入邊咧係擺咗一個半躺半浮嘅姿勢，身體咧微微仰後啦，四肢咧完全唔喐得，係得對眼咧可以轉嘅啫，而佢冇感覺到咧有任何針刺啦或者冷冰冰嘅金屬，佢只係咁形容，就係佢身體上面嘅控制權咧好似已經唔喺自己手上一樣，即係佢個腦點樣諗佢都控制唔到自己嘅手腳，佢嘅身體點樣去喐動。就喺呢個時候突然間有一個儀器出現咗，佢事後喺警局同呢個警長一個錄音嘅口供裏邊講呢，佢話有一樣嘢喺牆上面突然間慢慢好似生咗出嚟咁樣，嗰樣嘢呢，佢只係識用一個字形容啫，佢形容呢係有一隻好大嘅眼喺埲牆嗰度呢生出嚟，而呢隻眼呢就好似足球咁大啦，一個圓形或者橢圓形咁樣嘅眼啦。